各位街坊，早晨，今日同大家傾下上週五嘅金市情況。金價經過之前一輪反彈之後，最後收報4111.34美元，全日微跌咗0.13%，波幅大約喺4021美元到4138美元之間徘徊。整體嚟講都係喺度玩震盪，市場依家真係好似坐過山車咁，多空雙方互不相讓。一方面中東局勢又緊張，搞到啲油價升下，市場就好驚通脹會黏住唔走。咁樣聯儲局就更加有理由維持高息啦。大家要知道，息口高對黃金呢類無息收嘅資產嚟講，確實係一個好大嘅壓力。另一方面，雖然每次金價一跌就有班避險買盤出嚟托底，但係因為欠缺聯儲局釋放鴿派信號，金價想一口氣衝上去都真係幾難。提大家，市場依家已經將所有目光擺晒喺呢個星期會公佈嘅美國 CPI 通脹數據，仲有聯儲局主席沃什嘅國會證詞上面。呢兩樣嘢就係未來金價點走嘅風向標。如果通脹真係有好轉，或者沃什講嘢夠謹慎，金價就有望挑戰4180美元甚至4200美元阻力位。如果通脹仲係咁硬淨，分分鐘要再試多次4000美元呢個心理大關。總結一句，依家個市敏感度極高，風吹草動都影響大。勸大家，依家千祈唔好心急，保持冷靜，嚴格做好風險管理，靜靜地等啲數據出爐，睇清楚大勢再落注，咁樣先係最穩陣嘅策略。溫馨提示，本內容純屬個人交流，唔構成投資建議，入市盈虧自己負責。